咱这条路对迄个炮校遐10米，啊，佮甲经过高速公路，佮延伸入来咱的社区，所以无论是这个道路交通会平顺啊，佮安全以外呢，对这个排水也有影响。咱这条新人桥还未做的时阵呢，就是拢每一摆大雨来，就是拢大水淹过来，地势后甚至桥舍有淹到叫走去。啊，我咧半暝啊，我拢爱站徛这个桥头遮，而且咧顾遮即逐个老百姓属于财产的问题。所以呢，我经过咱立委啊，甲咱的市长吼，安尼即几冬，甲咱斗下手，互咱的新人桥来配合炮兵校后壁面的连外道路来完成，要来接咱北市里咱的仁爱路，安尼咧，互咱新埔佫增加一条会非常足够出入的10米的大路你行。嘛，互咱农民而且做实的所需要的，会当达到因的需要，百姓有需要会当带动咱地方的发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关庙区炮校10公尺连外道路至国道3号路段，在民国108年即完成开辟，但这条道路上的新人桥桥梁长度不足，雨季时容易受淹水之苦。为解决水患问题，并希望将连外道路往南延伸到社区生活圈，台南市政府进行新人桥改建，并将连外道路往南辟建至关庙区北新街，让当地交通网络更顺畅，居民生活也能更便利。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来看到关庙新埔里的新人桥这个地方原先它只有这个67米长，那经过改建重新改建之后，那截弯取直，反而桥长变成112米，所以水的这个河流的这个通水断面因此而提高，那水位也会比较容易排泄出去。第二点，它的工程费用总共1.39亿，台南市政府出了8300万，中央补助了5600万，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能够让在去年6月的时候动工，今年9月就完工，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公务局还有包商、承商他们能够很短的时间内1年多就把它做好，这样子让这周边的民众能够对于在这雨季的时候的通车会比较顺利、比较安全。那我们可以看到背后还有这个水利署六合局在做这个堤防，如果堤防也做好了，河面变宽了，桥面也变宽了，那这样子会淹水的几率又大大降低。我们谢谢这样的一个工程。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6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中西区海岸路周边愈来愈歹停车，所以台南市交通局除了扩建地下1站的停车位，佮将规个环境重新整理，同时用线顶缴费等智慧科技来提供更加方便的服务，欢迎民众多多利用。海岸路地下停车场对2010年引进民间投资活化以后，已经10档，目前到假日卖900的车位，甚至阁停无，所以交通局甲营运厂商合作，除了将地下1站增加127席的车位，嘛将地面、墙面、引导指标等设施全面更新，加强照明，进一步引进线顶缴费，互民众唔免排队等待。加上以墙面的色彩来分别停车的区域，避免互民众去歹找，就希望提供更优质、方便的停车。那我想市民朋友，第一个会觉得整个停车场的这个空间明亮起来了。那个第二个是我们把，因为它很长所以我们透过颜色的识别，让这个停车的民众知道它在哪个位置那他跟他要去的目的地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那第三个是这个，我们也透过一些智慧停车的设施的引进，包含智慧巡车啦，以及多元的支付的这些
工具让民众在这个停车场可以付款付得更方便，找车更容易找得到。大科上午，市长吴韬伫高雄局长陪同嘛亲自出席选歌发表，伫这民代见证，用全新的风貌要甲市民见面。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了很多台南相关的意象来。所以呢，整建停车场是我们这4年来一个努力的目标。这4年来总共增加了4万个停车场。我跟你讲，4万的停车场不是都在南西有，4万停车场很多都在城区。新营也有，新营像那个南营绿都新的那个停车场，我们也把它优化整建起来。所以我们这4万多个停车位，4万多个停车位，事实上，很多都是在府城区或周边的，像永康，像归仁，这些地方。全新改造以后，地下停车场有1036室的车位，已经是市中心规模上大的公有停车空间。市长强调，考虑原本商场的规划，其实绝多数拢是车位，而且品质提升以后，收费同款维持不变。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黄金海岸海堤为群新到万里，长达5公里。平常时吸引真侪民众前往散步、骑自行车。不过，议员林美燕接到未少民众的陈情，表示讲暗时因为无电火，民众唔敢前往，所以议员邀集水利局前往会勘，希望在生态保护前提之下，适当增加电火。议员林美燕下午伫南区昆新甲西南里长等人的陪同南区区长肖秀华甲市府水利局的人员实地会勘昆新到黄金海岸的海堤步道，因为黄金海岸海堤对昆新到万里长达5公里，平时运动骑脚踏车的人就真多，不过一到日头落山，因为步道欠缺照明，内面黑黑暗暗，无人敢入去。加上内面的围栏，阁有几啊架疑似被人为的破坏。对此，议员要求除了提升照明，嘛爱加强围栏缺口的安全维护。自行车道是按昆新到西区这一段，然后因为这个使用率非常的高，包括那里很多人这边运动跑步也好，骑脚踏车也好，从早到晚都有人在运动啊。那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长期看到。第一，它照明的问题，因为到了差不多比较傍晚的时候，这个地方就非常的暗，那让我很多人不敢进来，而且它会变成治安一个死角哈。第二点呢，因为我们有看到它的护栏上面有一些被蓄意破坏掉，开个入口，开个切口，让他们切口可能是有一些人方便就是进到你养殖业这个等等，但是我们有要求水利局，既然民众有需要，我们就必须就是来协助他们开这个切口，但是开完以后，周边的安全一个设施要把它完成。你袂使把放安尼，伊若骨落去，还是周边都还有其他就是危险的地方，那怎么办？如果还造成他伤害了，谁来负责？对此，市府水利局回应。照明的部分会先来试办，至于围栏的缺口，会交第6河川局来研究，并且加强出入口的安全设施。其实现在我们黄金海岸这一段目前因为就是说使用包括自行车散步的人数越来越多那市府这边也相当重视所以但是在夜间的时候，因为它的照明亮度不足所以我们现在研议来用太阳能的灯具我们用附挂的方式来做一个就是亮度的一个加强。这个缺口应该是之前有民众进出有去破坏了，那其实我们已经在通报了隔天我们就来做改善，那改善之后又被破坏了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有来做一个公告就是说请民众要来爱惜这个公物。那另外我们也研议先做一个绳索的方式，先来让这个安全可以来做一个保障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来跟河川局来
看是不是这个开口来做一个开放哦。那安全，比如说像楼梯的部分，我们一并来跟河川局做一个讨论哦，来做比较属于开口应该有的一个相关的配套措施。伫地方里长甲民意代表的争取，未来水利署第6河川局嘛将投入经费进行昆新的海堤环境营造，希望加强海堤的立体化甲人文的元素。先对龙岗天桥往南，经过木球场到清水路的方向来施作，提供市民一个安全舒适的休闲空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守护老大人回忆过去美好幸福，基美医学中心伫国际湿地位举办湿地友善社区成果展。有彩绘作品甲长者的婚纱活动，经过1个月尾筹备，日前伫永康乌德社区举办，并且帮助25位长者完成穿婚纱愿望。一名90多岁的成年阿嬷，伫永康乌德社区待了40多天，对着当地有真深的感情。虽然无读过册，嘛无摕过笔。毋过，伫个湿地友善馆，透过多元学习的活动，嘛开始摕画笔来创作。因为年轻结婚的时无穿过婚纱，因此社区湿地中心嘛特别筹备长者的婚纱秀，帮助25位的长者做伙来穿婚纱圆梦。今仔阿妈阿上欢喜吼，咱为市吼，搁伫台北吼，赶高铁的回来，讲为着吼，要赶着阿嬷这场吼婚纱秀啦吼。真欢迎，真欢喜吼！爸爸妈妈吼，拢是咧做咱的社区吼，嘛咱3000乡的副主委，嘛咱真爱咱法务的理事长吼。今天可以说是我们的成果展哈，那我想非常重要，今天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我想我们很多阿公阿嬷的年龄，可能那时候结婚的照片是黑白的，那现在我们要让大家重温旧梦，每个人都回到18岁的时候，那让你可以看到彩色的照片。那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刚区长也讲了，我们年纪大了，我们都会有某些程度的老化，但是从我们准备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所有的阿公阿嬷完全没有退化，所以这些活动对大家都是很有意义的。基美医学中心为了让社区的长者达到预防甲延缓湿地，对2019年结合社区在地文化的特色，甲湿地前的非药物的治疗，导入艺术甲怀旧的元素，透过学习来强化脑部的记忆功能。当间的活动除了动态的婚纱秀甲歌舞的表演，另外嘛有静态的艺术作品的展览，包括三合院的古厝、大人物的自画像甲古锥的人物塑像等，陪伴长者度过一个欢乐的暗暝。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出过4张唱片的歌手吴母，今年再度伫台南文化中心举办公益演唱会，除了会演唱真侪首专辑的新歌，佮邀请多位知名的歌手共台演出，做伙为公益来献唱。为何一句一句的咒詛，如今全然拢打破？想着心酸酸，想着心足痛。13岁时去到城市打拼，白手起家，事业成功的建设公司董事长吴某，伊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演艺界歌手。因为一次因缘际会，吴某认识到唱片制作人徐佳良，而徐佳良也对吴某海口式唱腔印象深刻，引荐伊到唱片界。伊不但出过唱片，嘛开过演唱会，为了回馈歌迷以及帮助弱势，今年特别以迎接府城建成400档，再度伫文化中心办公益演唱会。这是我的专辑唱片第4张包括1张合集拄5张安尼第2次的文化中心的演唱会介绍我的新歌。嘛非常感谢咱的台南乡亲咱的父老兄弟姊妹安尼支持安尼我要伫遮
甲恁谢道谢来欣赏我的演唱会你的脚步声，伫咧门外点点行。五木新歌公益演唱会10月19暗时7点，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登场。五木除了会演唱这首伊的专辑新歌，也会邀请老福州、田延梅、刘佑荣、方顺吉以及蔡以真等多位艺人同台演出，欢迎市民朋友免费售票入场观赏。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互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过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
由故宫博物院、台湾博物馆以及台湾历史博物馆共同举办的《交织物语》展览，现主席选到台湾历史博物馆做展出，透过原住民、汉人甲官府三种角色之间的互动，带领民众了解台湾的历史。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台湾博物馆甲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联合展览来到台南，以原住民族、汉人甲宫廷官府三种族群为主题，带领观众了解台湾历史。非常谢谢这史无前例的将原住民以及故宫以及台史博，就是涵盖了我们台湾原来的主人原住民族，我们以前的官府就是所谓的宫廷的文物，以及我们的台湾的就是长明的汉文化，能够以第一次这样的联展。那我代表文化部及李部长，谢谢三馆非常认真的策展，而且随着移展，一展比一展还精彩。三个博物馆拢提出上无同的风格产物，为食食文化、装饰美学，甚至是限制其真有主题、有食有色，展现多元的滋味生活。看见无同的文化。那这个展览呢，其实是期待透过三馆的实际联合策展来呈现三馆馆藏的特色，所以大家在一个架构下发想不同的子题，但是又在同一个子题之下提供各自的收藏。它不仅可以呈现各自收藏的特色，同时也可以让这些展件彼此呼应，让策展人彼此对话，然后来诉说更为多元、更为完整的叙事面。精选了这个117件的这个原民的文物，那有包括新港文书。还有按理社潘家的文物，那另外还有木雕，还有这个石具，还有这个琉璃珠等吼，那非常的精彩。这摆展览有美国艺术家透过科技技术，将各个博物馆提供的2300张作品相片打造成多媒体艺术作品。在展览会场当中，会当看到各种风格的作品产生特殊的交叠流变，形成一番新的景观，并且加入两大主题。有礼物政治以及品酒的器具，让展览内容更加丰富。从今天开始会跟南台湾的观众们见面。那我们除了延续在台北展览的这些精华之外，那我们增加了2个展览，第一个是把酒言欢的这个展题，另外一个是礼物政治这个展题。那透过这个饮酒这样一个仪式性的活动，还有这个礼物的这个很重要的这种交换的这种行为。那在不同的文化脉络当中，在宫廷、在汉人的常民生活，以及在原住民的这个就是文化当中的这种展现。透过展览，以原住民、汉人、官府三个无同的角度，展现出台湾的多元文化、丰富的物质文化，结合当代多媒体的展现，非常精彩。展览为今仔日开始展出到明年4月5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台湾历史博物馆展示教育大楼4楼第1特展室参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为了建立学生正确的长病毒防疫观念，台南市政府6号前往日林国小举办长病毒防治细事活动，包括市长甲卫生福利部长官等人做伙用行动来宣导正确的洗手方法。谢谢市长公布。有防长病毒上重要防治措施，就是要做好手部卫生。所以不论是食饭前、抱囡仔前、回去厝后、便所了后，或者是耍游戏后，拢应该爱洗手。尤其伫洗手时，嘛爱做到正确洗手5个步骤：湿、搓、冲、碰、擦以外，嘛爱落实内外加工大力丸的洗手口诀。为了向小朋友宣导正确防治观念，市府6号伫日林国小举办111年台南市长病毒防治细事的活动。好，内，外，夹，公，大，力，碗。市长要谢谢各位老师
还有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因为大家很注重这个勤洗手的卫生，而且都戴口罩，我们不仅流感的或是一般性感冒的病例减少了，连带的肠病毒的病例也减少了。我们的疫苗接种也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忙，谢谢各位家长的帮忙。我们国小阶段的 COVID-19 的确诊率，大概比全国平均还要低4%，等于说全台南市减少了4500个国小的同学确诊。因此呢，这些传染性疾病，事实上对于孩子的健康以及生命的威胁都是很大的。市长委特表示，台南市不论伫长病毒、流感、COVID-19 疫情防治，也则是提悬儿童疫苗接种率，拢非常的成功。这传染疾病不仅对囡仔健康造成威胁，嘛增加了家长以及老师的照护负担。减一人确诊，就减1分压力。而且感谢各位师生以及家长的全力配合。另外，伫环境清洁部分，嘛会当用100cc 的漂白水，加入10公升的清水当中，会当用伫咧拭刀洗佚佗物清洁教具等小朋友容易接触的物品。黄伟体也再次呼吁大家，爱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避免校园以及社区传染长病毒等相关传染疾病，保护家己，嘛守护家人的健康。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